为了庆祝台南400这个特地纪念的时刻，永有府城城墙内唯一一间三山国王庙，特别甲市建局第5分局合作，推出全府城第一件限量联名的小新衣，就是用迷你古锥的警察制服甲配色，正面就是山顶独山国王，搭配城门背景的设计，相当精致有内涵。双方伫农历7月进前，第5分局长洪凤英率领相关主管，甲三山国王庙主委陈东明等善心代表，共同来到庙内分享虔诚祭拜，同时进行小心意平安符的过炉。会中采用扑啊声甲炮啊声的助阵完成仪式，保庇市民甲警察拢出入平安。非常感谢三山国王庙这次跟我们5分局一起来推出这个小神医，保佑我们这个全体的市民，所有的用路人能够交通安全，另外身体健康，在这个治安的方面跟我们一起来守护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南400，然后加上我们独山国王我们庙都是山王在出门所以说这次前面会以山王，然后可以跟警察一样，就是他们也是外出执勤，然后我们山王也外出可以希望说可以保佑我们台南市民以及5分局的辖区可以平安这样子。小心意过路以后，分局长会以精送予分局全体员警，现场先退掉的拢相当欢喜，真有纪念性。拿到这一刻真的是它的设计很特别，很好看，觉得很兴奋。对，来保平安这样子。对，守护执勤安全。小神医的宣传活动，感觉很有荣幸刚好跟我们派出所立人所代号四栋栋一样，也是府城400年。三山国王庙也是台南庙宇的指标性庙宇所以真的是很荣幸参与这个活动。三山国王庙是国定历史古迹，建立伫1742年，主要是全台湾保留上完整的潮州式建筑，当时嘛是府城的行政中心。前阵因为受护工程封辟，目前开放正电甲韩文公司，但所有建筑采未完成得全部开放。双方嘛希望透过这摆合作，将府城有历史特色的庙宇推广予更较侪人认识。三山国王庙。小心意伫过路前询问度的真悬，不过因为限量，第5分局将当作宣导治安甲交通的精品，并无对外，请介意的民众密切注意分局无定期伫粉丝专页的活动消息。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